有一个伟人把我们比作是初升的太阳，不管怎样，春天孕育着未来。无论如何，少年同情的牺牲，新世纪的太阳正照耀着我们的前进，新世纪的鲜花正伴同着我们的同行。多景闪亮的金星，未来靠我们创造这片辽阔的大地，让童心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，胸怀天下。我们踩着师长的肩膀，站得高。
随风而听得更多，走得更稳。我们的心正和时代的魔佛一起跳动。我们将以一颗感恩的心灵回报父母的教育之恩，老师的辛勤教诲。我们将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动来证明我们能做得更好。东打乡波浪小学、真德小学和礼部小学暨6·1文艺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观赏。不继续闭嘴。